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喂？什么？哪儿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聪明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。人命关天，赶紧去啊！但是现在这个点高峰期肯定堵车，我有办法。喂，老方，我要发一个急件。急件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，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，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，他保证给你送到地儿，啊。慢点啊！大哥，这车颠吗？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脚。脚啊，脚我就不看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。走了。赤梦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自己崴的脚，含着泪也要给我走回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？你说我在乎你？对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城北，现在是晚高峰，车况一定很糟糕，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，你还说你不在乎我？哎，你非要逼我把话说那么清楚呢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。我呢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，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。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，懂吗？你上次怎么说的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那个郝聪明给迷惑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，的确是梅克莱梅的郝聪明。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，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现女友。开车。是。天菜，天菜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。笑笑，喂，聪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关于前女友的事情，我想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郝聪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。喂，聪明。怎么关机了？果然，前女友是不可战胜的。喂，我的行李呢？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？你喝酒了？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
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人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。你说过，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是非常有能力，要么就是极度平庸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极度平庸的那种。我好聪明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郝聪明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醒醒酒去！我明明没有抄袭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抄袭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你们还骗我！明明有前女友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进来。老板，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名。哦，金秘书，你让兴盛珠宝公司的前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。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兴盛的事儿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陨石系列要上市了，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。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第一次设计的稿件，唉，心情真是糟透了，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。不过也还好了，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。陨石系列谁给你的？是设计部研发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，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。发生抄袭事件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暗中打听，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，就没敢接着查了。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。出去。池总，